有民間團體指出，現行台灣這勞工的制度呢，上班滿半天就有3天的特休假，若准滿1天才有7天的特休假。若准講你換頭路，安尼就全部攏愛fulful的回來啊。民間團體是指出講，這特休假綁着年資的這個制度，會造成女性若准因為照顧家庭離開這職場，重新擱回去的時陣，安尼對因來講是真無公平的代誌。母親節特別到路，有民團拜五開記者會，指出台灣勞工因為工時長、無假通休，造成一寡女性勞工就愛為着照顧家庭離開工課場。根據勞動部的資料，台灣2024年總工時有2030點鐘。對照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資料，台灣排第4名，遐懸。整體工時是一個偏長，然後工作時間不穩定，那被迫要放棄工作的人是誰？他就是會必須要去承擔更多照顧責任的人。那這一群人，我們看到的往往在台灣就是女性。民團指出，離開職場的勞工，若是佫找新頭路，特休假就愛各位頭開始算。呼籲政府就愛修法，提懸法定上加特休假的天數，另外嘛愛下部會規劃降低整體工時的辦法，改善勞工時間不夠用的困境。短期措施就是希望能夠改革我們現在的特休假制度，把天數延長之外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不要以年資作為主要的，就是休假的天數的有可以被休假以及休假天數的唯一的依據。民團認為，長工時甲特休假是台灣長期以來貴的制度的問題，政府應該想辦法透過制度改善性別分工不平等、勞工時間不夠用的問題。記者吳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